專用區咧最近就發生咗場風波，咁啊因為有人咧就覺得咧個行人專用區咧用咗8年咧就開始失控，咁啊如果再搞唔掂嘅話咧就取消咗佢。咁啊我哋蘋果批安啦就決定將呢場風波就搬入嚟我哋個 studio 啦。今日就先咧就問阿莊生先啦，其實就係話係咪失控咧？因為我睇報紙話咧，你話旺角嘅行人專用區咧係進入無政府狀態，其實係咪誇張咗咧？一點都冇誇張。其實呢個行人專用區呢已經施行咗8年。最早嘅原意呢係有3個目的嘅。最早呢個旺角之中最旺嘅地方西洋菜街一帶呢，人煙稠密，往往人車爭路，險象橫生，所以運輸署建議不如將佢變做行人專用區啦。咁呢個目的呢就係避免發生意外嘅第一個目的。第二個目的，如果有個行人專用區，行人可以慢步慢慢行，睇下嘢，慢慢揀嘢，你話幾好呢？所以呢個第二個目的。第三個目的，如果少咗車輛行，所有空氣染污嘅程度亦都低咗啦。咁所以係基於呢3個原因，先至設立行人專用區嘅。咁但係要講到原意咧，基本法咧都冇話有咩特別嘅原意會做副局長啊、政治助理呢啲，尤其是係講到公共空間文化嘅發展咧，係渾然天成嘅。咩叫做違反原意啫？而家但係呢個步行街咧個目的，既然唔係做一個地方俾個人發表意見咧，就個原意咧就唔可以唔考慮咯。呢個行人專用區就肯定係一個空間，呢個空間咧亦都肯定係公共嘅咯，冇可能係私人噶嘛。你就由公共自己自發咁樣做。我就想又唔可以冇目的，唔可以冇目的。因為咧嗱，當然有目的嘅，點會冇啫？個目的就係剛才我講嘅3個目的。莊議員嗱，不如嗱，我哋講翻原意先啦。好，即係嗱，其中個原意就係讓行人就係慢步啦。你真係覺得達唔到原意嗱？我就即係作為普通市民咧，即係個行人專用區就真係我係經常喺嗰度漫步嘅喎。行人專用區咧個原意設計咧係唔係愛嚟將個馬路變商業用途，亦都唔係開放一個場地咧俾市民喜歡佔用作自己嘅商業活動。我未講完，對唔住。係。其實今日大家見到呢個路面上咧發生咗個活動咧好多嘅。你見到電信商喺度推銷佢產品，你見到美容公司喺度推銷佢產品，你見到食肆擺出佢嘅招牌易拉架出嚟吸引人注意，你見到無數嘅易拉架擺喺路面嗰度咧係做生意嘅。仲有你見到大小團體用作表演場地，你見到商業產品作出宣傳，你仲見到有政治團體長期佔用地方。佢至得限度部分係達到原意，因為其實我哋真係我哋見到好多人慢步㗎嘛。但係即係其實你哋唔滿意嘅地方就係話，其實你哋就覺得咧，佢個原意就應該淨係慢步，就唔可以做慢步以外活動。其實係即係係咪應該修正係咁樣咧？如果步行街嘅商業活動啊，係發展到現在呢個狀況嘅話咧，我哋就睇到一點咧，係慢步嘅市民咧受到滋擾。另外嚟講咧，成條馬路咧唔係劃分出嚟咧，成立一個唔需要俾租嘅消費區。漫步之餘，我想睇啊，冇汽車嘅污染嘅表演得唔得呢？因為我哋之前都有特登聽翻嗰次會議嘅記錄啦。咁其實我好想問翻嘅就係，因為當中咧有位議員啦，咁就係叫蔡少峰議員啦，咁都係區呢個油尖旺區嘅議員。咁佢就話咧。佢應該去睇咗我哋表演嘅，咁佢就話咧，我哋嘅表演係一個精神病患者咧，去揾街上面嘅人去做做女朋友啦，又話我哋同觀眾互動嘅環節咧，就好似妓女拉客咁樣。咁我哋就其實好唔明白，係真係好誇張。嗱，即係先阿 Cat 嗱，因為我哋 focus 啲啦。係。其實阿莊生咧，即係你頭先講説話都唔係莊生講嘅，我相信。明白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，其實我想問條問題就係話，你覺唔覺得你阻住嗰啲市民嚟到行街先？呢個其實都係我哋做咗5年，點解仲可以繼續做嘅一個經驗啦。因為你見到其實我哋繼續喺度5年喺度做，其實有冇任何嘅檢控啊，或者冇任何嘅投訴令到我哋做唔到？有冇因為譬如話阻住同啲市民嗌過交啊？或者有啲口角咁樣？我諗有市民係特登過嚟話我哋你阻咗條街啊，咁我話你係咪行唔到啊？不如你而家即刻行，我即刻示範俾你睇點樣可以直行過啦。點解有呢個行人專用區咧？就係譬如話成日睇日本原宿啲街頭跳舞啊咁樣，然之後就擺喺度。係咪真係一開始設立呢個行人專用區嗰時，就係淨係放慢步，係冇諗住表演活動同埋冇啲零星嘅商業活動咧？係你點保證你嘅理解係一定啱咧？原意係冇預計到咧，嗰度會變咗表演場地嘅。
咁呢點你當我啱先啦嚇，係，OK，因為咧 OK，咁變咗咧，市民如果有咁嘅訴求啊，有咁嘅聲音啊，政府應該評估咯，係咪？係究竟會唔會有更合適嘅場地咧作呢個用途，亦都係評估之一。你依家講到無政府狀態失控啦，其實嗰度個罪行你有冇啲具體數字係係？因為個行人專用區依家即係你講咁亂啦。係發生咗幾多罪行？係咪比其他冇行人專用區個罪行多咧？有冇啲意外或者有冇啲罪行嘅數據？我相信咧，係反映咗佢亂咗嘅。我相信咧，獨立嘅區議員啊，呈遞呢份文件，包括我本人啊，其他嘅議員咧係收到一啲投訴嘅。但係就冇數據。唔會話有實際嘅數字喺。但係點解你唔問譬如話警務處啊，或者係食環署啊，嚟到係真係佢嗰啲係咪真係譬如意外啊，或者係罪行多咗咧？點解唔問？喺6月26號咧，區議會開會嘅過程入邊咧，其實警隊嘅指揮官啊，已經解釋俾議員聽咧，其實現行嘅法例啊，佢哋找唔到邊一條啊，係處理到適當地管理行人專用區，等佢維持秩序。唔係我條問題係罪行同埋意外係咪多咗啫？其實你答唔答到咗啊？我理解係嘅，因為人多咗，譬如阻街嘅問題啊。佢哋都束手無策。即係你理解個罪行同埋意外係因此多咗，但係就冇數據。冇數據。OK。我想問咧，6月26號嗰個會議當中咧，我嘅理解，你哋係除咗批評年輕人嘅表演咧，係即係以道德審查嘅姿勢嚟批評佢咧，亦都有提到長駐喺嗰度嘅法輪功，就話佢哋嗰個攤檔咧係近乎3級嘅，係不安到咧令人不雅。我就仍然要質疑啦，你區議會係資訊架構，什麼時候開始你哋有咁多嘅道德審查？法輪功啊，長期盤踞喺街上面嘅攤檔，用一啲極之係好有啲暴力好多形象上暴力嘅。但你唔係淫審處喎。對唔住。法輪功咧係長期佔用咗街道咧，係霸佔咗公用嘅地方，剪陳到佢哋嘅產品、佢哋嘅標語，我哋認為係唔適當嘅。即係話啦，商業擺檔啦、劇社啦，同埋法輪功，你係覺得法輪功係喺個行人專用區個壞作用係最多？我認為係。OK。佢哋盤踞咗個地方，唔需要支付任何租金，擺喺商鋪面前，長期展示圖片。另外咧，嗰個文章嘅內容或者剪陳嘅標語內容咧，好多時係攻擊中人。咁Ken，你應該開心啊！佢唔係針對你啊。原來係啊，因為佢係講法輪功最大問題啫嘛。對唔住，你有啲斷章取義啊！對唔住啊，即係我剛才列出咗咧有成7點咧，咁就另外咧嗰啲街頭表演咧，既然唔係最初嘅原意咧，我認為咧係應該有嗰個處理嘅方式。即係我唔係話咧係我哋區議會有個權力話取消佢啦，因為我哋唔係咁嘅取態。呢個咧係國際嘅雜誌啦嚇，我就想俾大家睇睇，可唔可以？呢個係旺角行人專用區，已經係2004年㗎啦，係港大學生會就辦咗個街頭論壇，咁我有份參與其中嘅。當時200-300人圍觀，嗰個題目呢就係今年嘅7一應否再上街？我想問阿莊生，你認為政府、警方啊、食環署啊、click clack 有乜嘢係可以管制佢哋嘅呢？首先，步行街適唔適宜作呢類政治活動呢？呢個係應該大家了解到市民係對呢度認唔認同咯。譬如一個步行街啱。今日嚟講呢，步行街既然已經設立咗，係解決某種問題，咁但係加咗新嘅元素，就係街頭表演，各人進行商業活動。以你嘅標準，其實我就算譬如我識彈吉他嘅，我揸住啲吉他咁樣行。咁樣彈，然之後喺旺角行人專用區坐喺度彈，即係依照你個標準，其實都係唔容許嘅咯。唔係個原意。假設你係訂立一個規則嘅人嘅，係嗱彈吉他個你准唔准許佢喺行人專用區咧？你又唔好話我係定規則嘅人，唔係假設，我係反映民意啦。假設啊，依家係。我會認為咧，一個行人專用區咧，其實係想市民咧係不受壓力。我再簡單一次，就係話，如果有個人彈吉他，如果你做set規則嘅人，你俾唔俾佢入去彈吉他？嗱，俾或唔俾一個簡單答案嚟嘅啫嘛。呢個問題就牽涉到其實即係你答唔到。對唔住，你冇可能唔俾。因為如果你處理呢個問題咧，喺音樂上，我覺得已經進入無政府狀態。唔係，即係我一個簡單問題就係話，你如果係彈吉他嘅話，如果你做一個，因為你贊成政府定立一啲規則啊嘛。冇錯。咁你一定有啲 point of view 㗎。
你冇理由冇 point of view 就你就贊成政府定規則㗎啦。我就依家我條問題就係想話你個 point of view 大概佢去到邊嗱？嗰個假設性問題就係話，如果有人想係嗰個彈吉他，你俾唔俾佢做？但係你來來去答唔到佢，俾話唔俾。其實我想要一個簡單嘅答案。如果你話係我一個人話事，如果係我一個人處理，而我考慮到行人專用區呢係應該點樣處理呢？我會走翻去個原意問題咯。佢係俾人漫步嘅，俾人流動嘅。即係唔俾佢，其實我認為唔適當。OK，如果佢作音樂表演，如果佢作音樂表演，如果